日本咁多個滑雪場，呢個滑雪場係我去過最有日本風味嘅，佢就係長野縣野澤溫泉滑雪場啦。呢個滑雪場唔單止滑雪，仲可以一路滑雪一路放狗，帶狗散步，成個畫面非常之溫馨啊！去滑雪場途中會經過好多好傳統嘅街道同埋房屋，未去到都感覺到好有日本風味啊！可惜呢個滑雪場係要俾停車費嘅，成為1000yen。呢個位置就係雪場嘅售票處，室內採用簡單而不失禮嘅設計。去每一個雪場，梗係要到一到個雪場嘅巔峰位置打個卡，睇睇咩風景啦。首先我哋要喺長濱鋼多拿呢個位置度搭上去到呢一個位置先。喺日本嘅雪場叫得鋼多拿嘅路線通常都係比較長啲，同埋有室內嘅車廂嘅。我哋到咗4號仔 Yamabit Go Number 2啦，跟住再上到呢一個位置，坐轉短短嘅 chairlift 上去，途中你會見到3號線同埋4號線嘅賽道。到站後落到車都會有方向指示牌，左邊5號線就落翻去下面，2、3、4號線就係上山頂位置。我就選用2號線，直落最快，跟住最後坐呢個3號線上去。日本所有嘅雪場上高山路線都要注意佢嘅營運時間，閂咗就冇得上去啦。終於到咗1650米野澤溫泉滑雪場嘅巔峰毛姆山山頂 Kinashiyama。呢個雪山唔算高，但係佢嘅景色係最有日本風味嘅。由山頂滑落去，最長嘅路線係可以滑到10公里啊！有好多野雪區同埋粉雪區，滑嘅途中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樹林，可以俾你不斷穿插。途中亦都會經過啲好靚嘅樹林，望到個心靈都好治愈啊！雪道嘅種類亦都好多元化，佢個日落景色仲靚啊！有機會留喺呢個雪場，再多啲時間慢慢探索下。